各位奇聞百態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啊！我係你哋嘅主播阿峰啊，歡迎嚟到我嘅頻道。今日阿峰要同大家拆解一個關乎全港嘅北上狂魔、幸福生活嘅重磅消息啊！係新皇崗口岸嘅過關黑科技啊！各位親愛嘅聽眾啊，如果大家咧中意深港兩地跑啊，放假中意北上消費，食酸菜魚啊，唱 K 揼骨嘅朋友仔，要留意啦！咁阿峰要同大家傾一傾呢單報道啊，令人覺得好興奮啊！消息報道啦，香港港務局長帶領一批立法會議員啊，就去咗新皇崗口岸巡視下嗰啲現場嘅設施。鄧局長呢，就笑口洋洋咁講啦，非常感到滿意啊！最搞笑、最震驚係呢，鄧局長喺現場大爆咗個驚天細節，為咗確保呢次全新口岸正式落成服務嗰時呢，可以運作得非常之好，萬無一失。咁呢，政府呢個官員呢，會動用龐大嘅公務員團隊進行一次壓力嘅測試。哇！大家諗下呢個畫面啊，哇！幾百幾千嘅公務員一齊拎住身份證啊、行李篋去個新口岸入邊，重複咁去過關行喺模擬翻各種嘅特殊情況。咁公務員平時辦公就見得多啦，今次變身咗人肉過關測試員啊，測試翻個電腦系統得唔得，有冇輕機啊，通道順唔順暢啊？呢個場面係真係令人覺得都幾搞笑下。但係介紹還介紹啊，即係佢哋呢班公務員都要感謝佢哋幫手啊。咁呢一個新口岸呢，有乜咁特別呢？咁麻煩呢個鄧局長同埋啲立法會議員呢，真去拆解一下有冇特別嘢發生咗啦。咁但係啦，阿峰同大家細緻咁拆解一下呢個新聞懶人包入邊嘅核心內容先。咁核心亮點啦，咁其實就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呢個係新通關方法嚟嘅。呢個絕對係歷史上咧劃時代嘅突破啊！以前舊皇崗口岸咧喺通關嘅流程咧，相信大家都會諗翻係一件噩夢啊！舊手法係咧兩地兩檢，即係話你喺香港落咗車，排隊去香港個關口，然後咧拎住一大堆行李，跟住咧又抽上架黃巴士跟住咧坐幾分鐘嘅車去到呢個深圳嗰邊，又落車又排隊翻深圳關口，哇！排足兩輪隊啊，仲要抽上抽落抽落車，就算當你唔塞車半粒鐘至一個鐘頭就咁就冇咗啦。如果但係啱啱遇咗啲大時大節放假真係就會大塞車，分分鐘真係排到膝頭哥都跪低咁滯啊！而家呢，全新嘅皇崗口岸呢，就採取最新嘅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通關手法，深港兩方嘅邊防人員呢，將會喺一個大樓入邊聯合辦公。換句話嚟講，你只需要排一次隊，拎一次證件出嚟，就可以喺一個大樓入邊完成晒深港兩邊嘅出入境手續。喂，再唔使上上落落拖住行李，簡直係懶人同埋老人家嘅福音啊！咁核心亮點二啦，134條自動通道5分鐘極速過關。新聞懶人包指出新皇崗口岸呢嘅硬件堪稱係屈機級數，大樓入邊呢將會設置高達134條嘅合作查驗自動通道另外再加設20條嘅人工通道，專門服務有特別需要嘅旅客或者家庭。咁官方預計呢一個超級高密度嘅自動通道加持之下將嚟嘅市民過關平均時間只需要5分鐘。咁5分鐘係咩概念呢？即係好似你超市排隊，買梳蕉咁，隨時排都唔知排5分鐘啦。你喺屋企門口揾鎖匙都要成分鐘啦。5分鐘就已經由香港踏入到去深圳喎。呢個速度簡直真係快過打乞嗤添啊！咁講一講核心嘅亮點三先。咁24小時全天候交通網絡，咁通關快固然係緊要啦，但係過關之後，喂，點樣翻到屋企或者點樣去玩先？新聞報道咧特別針對翻交通配對做咗個極度詳細嘅懶人包整理。新皇崗口岸呢，保留咗舊口岸最核心嘅優勢，24小時全天候通關，即係話交通承辦商同政府呢都已經規劃好，將來預備咗個四通八達嘅交通樞紐24小時跨境直通巴士，
咁啊設有一個專用上落客區，喂，直達香港多個核心地帶，嗱，包括有邊度呢？灣仔、尖沙咀、旺角、荃灣、觀塘以及錦上路等等地方。無論咧凌晨2點食完宵夜，定係3點鐘唱完 K，通通都有車直接送到去翻屋企附近啊。二啦，設有巴士總站啦。咁九巴、城巴都放咗好多條新嘅路線同埋重組嘅路線，快速接駁去上水、粉嶺、元朗、天水圍等等嘅新界核心區，仲有經大欖隧道或者吐露港公路直達九龍同港島區嘅特快專線。咁第三啦，綠色專營小巴區啦，咁提供一個靈活滿座即開嘅短程接駁服務。咁快速咧去呢個落馬洲、上水、元朗。咁深宵時段咧更加係視乎翻人流會再增加呢個班次。第四啦，獨立嘅巴士同埋網約車嘅專區。獨立咁劃分咗咧新界嘅綠的同埋市區嘅紅的，實行咗人車分流，同埋咧有蓋嘅走廊設計。哇，就算落大雨都唔使驚啊！好啦，咁而家做一個新聞內容分析，同講下有咩好處先。阿峰咧好仔細咁睇咗新皇崗口岸啲新聞之後啦，真心覺得呢個新皇崗口岸嘅設計同埋呢個規劃呢，簡直係為咗我呢班熱愛生活又追求效率嘅現代人量身咁定做啊！咁阿峰咧今日用呢個最客觀、最深入、最抵死嘅角度，同大家拆解呢個新皇崗口岸為我哋生活帶嚟5大嘅終極好處啦。第一點，時間就係金錢通關效率大爆發，我哋告別呢個皇崗馬拉松。大家有冇諗翻起以前過呢個舊皇崗口岸嘅經歷啊？係咪好似參加緊一個三項鐵人賽啊？第一關係喺香港落車排隊去香港關，考驗緊你嘅耐性啊。第二關排隊上皇巴，拖住行李逼上皇巴度，考驗緊你嘅體能同埋平衡力。第三關去到深圳落車，跟住就拖住行李行一條好遠嘅天橋，終於過到深圳關啦，簡直考驗緊你嘅腳力啊！呢個過程呢，大家親切咁稱為皇崗馬拉松啊。咁遇到呢個週末或者假期呢，哇，排隊人潮簡直係延綿數公里。咁而家新皇崗口岸呢，將呢個兩地兩檢變成咗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喂，再加埋134條自動通道，通關嘅時間呢，喂，直接壓縮到嗰5分鐘。咁呢5分鐘嘅改變呢，對我哋香港市民嚟講，意味住係乜嘢呢？意味着大家假日北上往返時間，足足可以慳咗成2個鐘頭啊！慳翻嚟嘅時間，你可以喺深圳食多2串羊肉串，飲多杯手搖飲品，喂，做多半粒鐘嘅腳底按摩。喂，呢啲咪係生活入邊實實在在嘅幸福感咯。咁第二點啦，公務員嘅壓力測試，人肉行禮大作戰拒絕開機即死機啊！咁鄧炳強局長提出咧，會動用公務員團隊進行呢個大型嘅壓力測試。呢個做法呢，阿峰真係要舉手俾個讚啊！大家都要諗一諗，好多大型基建或者新嘅電腦系統，最驚就係一開局即刻收皮。咁平時測試嗰陣呢，幾個人就用得好流暢，一到正式用嗰時候呢，起碼個線人衝過去，個伺服器咧即刻就過熱。咁個刷卡機呢，可能就讀唔到啲證件，個閘門呢又可能開唔到，個現場可能塞晒車，怨聲載道啊！咁而家呢，政府決定呢喺正式通關之前呢，先揾公務員進行一次模擬嘅實測先。你可以想象一下，公務員團隊拖咗行李，回翻各種極端嘅情況，例如幾百個人呢同一秒一齊刷卡過關啦。咁有呢個旅客呢，可能證件過期啊，有啲人呢拖住超大嘅行李卡咗一個閘口等等。咁呢啲潛在嘅bug係測試階段呢，會揾翻方法去修正翻好佢。咁系統運作咧要達到100% 順暢之後咧，先至正式開放俾市民用。咁呢個做法啦，唔單止係展現咗政府嘅嚴謹啦，仲保證咗市民將嚟第一日去體驗嗰陣時，可以享受到真正嘅絲滑通關體驗。咁第三點啦，24小時宵夜防
救星，深夜北上安全感拉滿啊！香港人呢係出名呢中意咧夜蒲嘅，好多人放工都7、8點啦，食完飯打個卡，喂諗住呢去深圳飲杯嘢或者食個宵夜海底撈，喂最怕就係一去得開心，喂翻唔到嚟喎。嗱，舊皇崗口岸呢，雖然都係24小時通關，但係深夜交通呢都相對呢零碎嘅。好多人呢深夜翻到香港呢，喺口岸等咗好耐車，咁啊唯有走去搭啲好昂貴嘅白牌車啦。咁而家呢，新皇崗口岸呢，直接喺規劃嘅階段呢，就已經將24小時交通寫咗落去啦。喺凌晨2點食完宵夜，諗住翻香港冇問題，24小時嘅直通巴士喺大樓樓下等緊你，喂，直接坐翻灣仔、尖沙咀、旺角甚至荃灣，喂，唔使諗住直通車，綠色專線小巴深夜會增加呢個班次，接駁你翻去上水、元朗，轉車去其他交通工具。咁呢一種隨時諗走就走，隨時有車就翻屋企嘅無縫交接，喂，直接係俾全香港嘅市民啊，尤其是中意夜蒲嘅市民啊，有一種無比嘅安全感啊！喂，真係令到香港市民感覺到呢1小時嘅生活圈啊，真係唔係一個口號，而係實實際際係深夜嘅宵夜夜生活啊！咁第四啦，交通全方位覆蓋。咁講講交通方面啦，咁新皇崗口岸嘅交通配套呢，唔止係咁少嘅，仲有照顧咗唔同消費層面嘅市民。第一，追求極致嘅性價比啦。嗱，你可以選擇咧專營嘅巴士，咁佢有九巴、城巴或者綠色小巴，利用佢嘅轉乘優惠呢，10零20蚊就可以口岸翻到新界屋企噶啦。咁第二啦，追求便捷嘅直達，嗱，你可以選擇呢個跨境嘅直通巴士，一車直達九龍港島區，喂，中途係唔使轉車嘅。咁第三咧，追求尊貴舒適嘅服務啊，嗱，你可以咧直接坐呢個的士或者摩托車，直接翻到屋企，點對點啊，享受尊貴嘅服務啊。嗱，所以咧，無論你係有預算嘅朋友仔、同學仔，或者追求效率嘅上班族，定係帶一家大細，喂，出嚟嘅家庭客啊，新皇崗口岸嘅交通配套咧，應該都幫到你考慮得方方面面啊。咁另外啦，都要讚一讚佢嗰個啦，全新嘅有蓋冷氣走廊啦。咁我記得以前呢，舊口岸呢係露天嗰個候車區，哇，夏天過關啊，真係排隊排到啊，真係底褲濕埋。喂，遇上真係打風落雨啊，更加真係落湯雞。咁而家新皇崗口岸呢，用咗現代化嘅全有蓋人車分流設計啊，無論你係出關後搭巴士啊、小巴定係的士呢，全程都係室內啊，或者係啲有蓋嘅走廊入邊進行，冷氣呢全面覆蓋到嘅。咁呢啲標示呢仲有極度咁清晰，就算外邊幾大風也好，落幾大雨都好，你依然呢可以好舒服咁拖住啲行李，飲住杯手搖飲品去搭車，呢一種極致嘅人性化嘅設計啊！哇，真係要俾翻個 like 設計團隊同埋規劃部門啊！總括嚟講啦，今次新皇崗口岸呢重建工程呢，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呢個新手法呢，標誌住香港同內地嘅基建互聯互通、科技通關以及交通上嘅對接，邁向咗一個全新嘅里程碑。喺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親自帶領之下，再加上公務員團隊嚴格嘅壓力測試，由134條自動通道帶嚟嘅5分鐘極速過關，再到24小時全天候覆蓋香港各區嘅立體交通網絡，呢個新口岸唔單止係大大提高咗深港兩地居民嘅日常生活往來，仲會極大咁促進咗兩地嘅經濟、文化同埋旅遊嘅交流。阿峰我都已經迫不及待咁等待新口岸一開，就會第一時間呢衝去現場為大家拍一部5分鐘極速過關嘅現場實測影片，體驗一下呢一種刷一次臉行5分鐘就過到關嘅極速快感。大家又期唔期待新皇崗口岸嘅正式啟用呢？
你哋最諗住搭咩路線返深圳玩呢？歡迎喺留言區同阿峰傾下。咁如果大家都覺得今日呢個話題夠爆嘅話，記得幫主播阿峰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討論一下啦。好啦，我哋下期影片再見，拜拜。